Ryanair 大家嘅誤解之一同埋偏見嚇，同埋好似呢度啲機場好多人，好細，同埋設施唔係咁好。其實裏邊機場咧係麻雀雖小啊，五臟俱全嘅，乜嘢都有。同埋佢嘅細機場有一個好處咧，就係啲飛機係非常之準點嘅，大部分時間都非常之準點。咁樣誤區二就係 Ryanair 裏邊嘅服務唔好，因為你好平啊。你一分錢即係你係買唔到太多嘅服務，唔會有好嘢食啦，梗係啦，你個零鐘頭食咩啫？咁但係佢哋嘅服務咧係非常之好嘅，飛機係準時起降，裏邊嘅服務態度非常之好嘅，好好玩嘅，裏邊又可以賭錢嘅嚇。咁然之後第三樣咧就係 Ryanair 咧去嗰個裏邊嘅呢一個設施啊嚇，其實係新飛機嚟嘅，好多都係新飛機。咁佢話覺得廉航有好多係舊飛機。Ryanair 係歐洲最大嘅航空公司，非常之成功嘅一個經營嘅呢個模式。裏邊嘅飛機佢今年咧係要引進30幾部新嘅737啦嚇，係世界最新嘅飛機啦。咁呢度其實 Ryanair 係好少有空客嘅飛機，因為佢總體上嚟講係美國公司嚟嘅嚇。